俾1分鐘時間我，帶你解鎖 Interlaken 周邊嘅必去攻略。由 Lucerne 出發，第一站嚟到 Lungen， 呢度啲湖水係靚到離晒譜嘅 Tiffany Blue 喎。行去路邊嘅自助農場木屋仔，裝翻杯新鮮擠出嚟嘅牛奶，對住座雪山嘆牛奶，望住藍天白雲真係正爆。而且上 Bruneck Pass 之前，千祈唔好 miss 咗可以飽覽成個龍格恩小鎮嘅觀景台。第二站 Isleworld 個名聽落有啲拗口，但講起愛的迫降，你實識啦。元彬彈琴嗰條木棧道就喺正呢度。達人推介嘅私藏玩法就係直接搭遊船入 Interlaken。Lake Brians 呢段路嘅風景真嘅勁靚，隻船一泊岸就係終點。而呢個小鎮個名就係因為夾喺2個湖中間而嚟嘅。市中心其實得一條大街，連住東站同西站，中間有塊大草地。天氣好嗰陣，啲滑翔傘多到好似落雨咁降落喺草地度，一抬頭就望到少女峰。千祈要 mark 低呢個 Interlaken 東站，因為無論你住邊，只要準備上少女峰，都一定要嚟呢度搭車。想輕鬆游說時，留言 Swiss， 即刻 DM 租車獨家自駕懶人包俾你 ，follow 我帶你自駕遊世界。